星期六嘅下晝放咗工，一個人揸住盒飯盒坐喺九龍公園外面，冇乜胃口，只係擔住支煙，望住個天。瞓間又諗返起以前，於是一幅一幅嘅圖畫就出現喺腦海裏面，要兜幾多圈先到達終點？究竟應該點？究竟應該點？究竟應該點？有雞先定有蛋先？食嘢點解要俾錢？如果要飯嘅，可以令我煩擾大半天。陣間又諗喺感情遊戲入邊，唔係你贏就係我輸，始終一場警匪爭奪戰，要兜幾多個圈先到達終點？究竟應該點？再自尋短見，我好想改變，於是放低個飯盒衝出出邊，只係好想感受下人群裏面歡笑溫馨的臉，但係擠迫嘅感覺令我覺得其實幸福距離我好遠。點解淨係得煩惱留低我身邊？你可能話係藉口，但係事實就擺在眼前，就好似好多不知名嘅病毒喺我身體入邊。識得講又唔識得做，都算係我嘅特點。我究竟係咪一個好討厭嘅中年，還是真正嘅佢未出現喺我眼前？究竟應該點？上面擘大個口似呼拉圈，我究竟係咪黐咗線？喺好多年後嘅今天，我仍然唔知會點，我只能做到嘅就係指住上面，放聲咁去問一問蒼天。
好想睇下身邊嘅風景有乜點變，好希